综艺天王吴宗宪日前在小明星大跟班节目中邀请各行各业代表聊甘苦，不料宪哥在节目中几番发言，包括机师月薪30几万还要加薪吗？护理师坐领高薪等言论，被网友炮轰根本惯老板。对此，他昨天3日录影前不认自己是惯老板，并称现在最辛苦的工作就是老板。此外，原本宪哥受邀担任高雄5月份观光代言人一事跳票，他也做出回应。综合媒体报道，针对网友炮轰惯老板，宪哥昨天表示，当初他经营副业口袋烧饼生意那么好，后来不做就是因为一例一休造成的。宪哥直言，现在最辛苦的工作就是老板，年终奖金要不要发？少一天人家隔天就不来。他强调没有惯老板这件事，而是员工在决定老板。对于自己在节目上说机师、护理师薪水都很高，宪哥则解释机长是高薪的，不要再抱怨收入了，以服务为目的吗？尤其华航的机长，我就说过体制内成长，体制外发展。宪哥还拿徒弟 Kid 林柏生为例，称他有时录节目受伤就会嫌自己领太少，但宪哥都会直接跟 Kid 说你放屁，你没有领钱啊，有更好的工作你就去了，强调现在人都会往更好的机会去，哪有什么惯老板的问题。此外，原本要担任高雄5月份观光代言人跳票一事，宪哥则说我都愿意的，但是因为真的爱这片土地，就更小心让族群好好融合，并称这也是自己一生都不参与政治的原因。